歡迎嚟到微保路視頻。今集教大家整呢個日式蒜香豬排。首先準備呢個豬肉排、大蒜醬、油料酒、糖、胡椒粉、麵包粉、蛋呢、中筋麵粉同埋食用油呢。首先呢，喺一個碗入邊呢，混合醬油、料酒、糖、蒜末同埋胡椒粉製成醃料，醃製一啲豬肉啦。將豬肉排放入醃料中呢，確保均勻覆蓋，醃製至少30分鐘，最好醃製2小時或者過夜使其入味。跟住喺碗入邊加入蛋呢，攪拌均勻，喺中筋麵粉倒入另外一個碗入邊，將醃製好嘅豬排沾上麵粉，確保表面均勻。接着將裹咗麵粉嘅豬排浸入打好嘅蛋液中，然後喺麵包粉入邊輕輕裹上，確保滿面都裹上麵包粉。喺鍋中倒入足夠嘅食用油，油溫升至170到180度。喺裹好粉嘅豬排入邊呢，就放入一啲油入邊呢油炸，咁呢將每面呢就炸3到4分鐘，直到金黃色酥脆。注意一次唔好放太多，避免溫度下降。咁呢將炸好嘅豬排拎出嚟呢，咁啊放喺啲廚房紙上邊瀝油，喺多餘嘅油分呢停留喺紙巾上邊，將豬排切成薄片，搭配米飯或者沙拉上菜，並可配上日式醬油或檸檬汁增添風味。大家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哋。